你就是顧家管家說的賀锦熙吧？真是百聞不如一見。你看起来不怎麼樣啊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南宮琉璃是吧？外表并不代表一切。胸大无脑的花瓶顾大少爷身边应該不會缺吧？要論胸呢，我是比你大了一些，不過論智商，我也不一定比你差哦。只要顧大少不瞎，我相信你一定沒機會的。哼，這麼自信啊！希望你能笑到最後。那我們拭目以待嘍。两位小姐，请跟我进来吧。西城啊，你在这2位姑娘里面选一个做你的妻子。奶奶，您这是给我出难题呀！一个美艳，一个清丽，我还真是不好选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她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，你选吧。奶奶的眼光我放心，您选的人一定是最优秀的。哎，我倒有个想法，方叔，啊，咱们家泰娜还没吃饭吧？啊，你在这2位小姐面前各放一盘泰娜最爱吃的食物，泰娜吃谁面前的食物，我就选谁。你这孩子，你又胡闹什么呢你？哎，奶奶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给你选一个出来就是了。方叔，快去啊！哎，是。